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6月18号，真正的智慧，我们要来读哥林多前书3章18到23节，其中第18节这样说：人不可自欺，要是你们中间有人按照世人的标准，自以为有智慧，他倒应该成为愚拙，好成为真有智慧的。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他所爱的，也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是从第1章开始，我们就发现保罗真是对这个教会爱之深责之切，因为他真知道这个教会在教会观上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觉得就算相信耶稣，也不能失去那希腊的智慧哦。这样的口才辩论的方式才叫做智慧呀。但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到，哎呀，这些其实是自欺人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21节就这样说，所以不论谁都不可拿人来夸口。夸口的意思就是我是属于谁的，属于谁的来夸口。应该这样说吧，或许我是属于台大帮的，我是属于政治帮的我是属于哪一个人所带领的信主的我想神不要我们这样子，神要我们真正的是属于建立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我们是属神的教会，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做万有之首，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公认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则认为这世界上呢，比他更有智慧的大有人在于是呢，苏格拉底他就到处去拜访有智慧的人，听说哪里有智慧，他就去问。这个过程中他明白了，唯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有智慧，而人的智慧是不值得夸口的。最后苏格拉底他说了一个名言，说唯一真正的智慧就是知道一无所知。哎呀，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结论哦，也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原来是一个智慧亲爱弟兄姐妹，你对许多事情知道吗？特别是这个疫情，特别是人生，特别是一些苦难的奥秘，你知道吗？或许音乐牧师要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这就是对了，因为至少我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寻求那真正知道的主，主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我们来寻求这位主，因为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持续他要讲到说，就是保罗所宣扬的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样的信息在犹太人看来是一个侮辱，因为他是耶稣是吊在这个木头上，是被上帝所咒诅的，怎么有可能成为拯救者呢？就是成为拯救者，就是因为他要用他的生命，他无罪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来替换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真的是因着他的救赎，使我们得着拯救，使我们因着主的真理，我们得着真自由。十字架的信息对推崇智慧的人来讲呢，他们是觉得很愚拙而且很荒唐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指出，若靠智慧才能得救恩，那就只有所谓有智慧的人才可以获得救恩了。然而无论追求神迹或智慧，其实都不能带来拯救，唯有依靠神，唯有依靠神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成功不是我的经济没有匮乏，不是我有房子，我有车子，我有妻子，我有儿子，我有一切的金子，不是，乃是
唯有一位真正的有永生盼望的智慧的源头的救主耶稣基督。保罗所宣传的福音是被罗马政府所这个丢掉不要的，但是主却是透过耶稣的死跟复活来成就这个被丢弃的福音，来成就救赎的恩典。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自己的智慧来认识上帝的奥秘跟作为，上帝却借着十字架的耶稣，以被视为愚拙的信息来拯救你跟我。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疫情时刻，谁愿意来救你？唯有主。他不只是愿意救你，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他是慈爱的，他救你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代价的，只要我们愿意被他救。我们一起来祷告。救赎我们的主，求你开启我的心眼，使我看见你的智慧，就是通过耶稣的十字架苦难来成就救恩，有今世和来生的永远福分。我不眼睛短视，只看今生的功名利禄，追求这一些会过去，乃是我要追求那永恒的资产，是属天的。我要跟你一起来宣扬福音，来建立属神的教会。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我们今天可以活出属神的智慧，以致我们可以参透万事，我们真能够做出对的决定。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节目，请订阅，也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哦。我们明天见。